同乡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香港反送中继续烧，香港新闻处主任写公开信批评香港政府就目前无博导。反倒当来看，中国国务院香港澳门办公室这礼拜一伫北京举行记者会，态度是非常的强硬，谴责反送中示威者，肯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带这个特区政府是依法施政，嘛支持香港警方执法的这个行为。另外咧，咱搁一摆看到伊宣布着讲，这个一国两制甲3条红线袂当去卡，袂当稳准着这个危害国家安全、主权的这个行为，更加袂当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的这个基本法。不过，香港的这个少年帅这个抗议行动是一波搁一波，普遍香港人如何对抗这个香港政府甲北京，以及这个要安怎走向这个自由路。今日台湾新界国际新焦点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咱邀请到3位来宾哦，咱第一位是邀请到这个警大这个公共安全系这个教授董立文教授，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第二位要邀请到这个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员廖福德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到这个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蔡振嘉。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咱要邀请到董这个教授哦，你看这回啊，这个升到这个中国国务院香港澳门办公室，伊咧回应，你敢有愿意？听起来吼，迄北京常讲的话啦吼，有给我听来吼有两个意思。是。第一个意思哦，有讲敢若无讲，有讲敢若无讲，有讲敢若无讲。有讲敢若无讲的意思，就是讲吼，北京即马吼，佫袂讲用迄强硬的手段吼来解决吼这个香港的问题，无看起来是无啦。好，第二个意思就是讲死的坚持嘛，有讲死的坚持。你看迄死的坚持的迄下骹拢是咧讲，要坚持要支持迄香港政府要支持迄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要支持因的迄司法甲迄警察单位要支持迄所谓的迄。爱港爱国人士爱香港啊，甲爱国的人士，但是这个国是倒一个国，咱等下爱搁讨论一下。是，安尼听起来吼，这四个坚持的意思就是讲坚持由香港政府来解决问题啦。是，即摆看起来是安尼讲，所以说我感觉讲北京习近平伊唔是讲。伊也未想要动用军队来解决这个香港问题啊！我听起来是安尼，算是软的啦，算是软的啦。这个董教授头先也讲到，这个讲话是有讲哪无讲的共款，但是咱来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香港澳门办公室因这个发表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其实伊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个香港这个国际形象啊！不过咧早起时的时阵，共款有侪这个香港人行去街头因伫这个地下铁发起无合作的这个运动甚至有公务人员嘛讲，因要罢工要和人民徛点这片土地。咱来看这篇新闻报道。穿着黑衫的示威者挡在车厢甲月台之间，歪互车门关。因为不管港铁元朗站是日前发生白沙人无差别攻击市民，港铁也个歪甲门关起来。甚至要求所有人客落车，无保护市民，因此示威者发动歪合作运动。趁着上班时间，转伫咧吊景岭站，互列车无法度关门，列车是超过1.5钟拢无法度出发。你覺得有冇受到影響呢？梗係絕對有啦。點解嘅？咁你中意咁樣翻工咩？你中意咁樣過生活咩？又唔出得街，又唔想出街，又唔正咩？但係你要翻工就要翻工㗎嘛。政府一路以嚟都冇面對我哋喺香港呢個最貼身嘅一啲社會問題啦，無論係政制嘅問題，或者係警察用暴力，或者甚至再之後嘅原來有唔同嘅一啲白衫啊，或者係一啲懷疑係黑社會嘅人去到影響緊、傷害緊、危害緊我哋香港人嘅一啲自身嘅安全啦。咁所以無論喺各個層面嘅社會問題嚟講，其實我哋香港人都得唔到一個回答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大家其實。先嘅有人認同，有人反對。港鐵伫尾也是派免費巴士來接人客。就香港公務員對港府面對民眾嘅態度也看袂落去啊！
预计8月初2拜5暗时7点到9点，伫咧中关的左大会园集会，要甲市民徛做伙。因为甲制服团起来了，大家拢是香港人。我冇呢個擔心，因為咧，大家需要明白公務員嘅升遷咧，其實最主要睇表現。第二，今次個主題咧係非常之理性、非常之中立嘅。其實今次嘅集會個時間係喺夜晚，亦都唔會影響到大部分公務員同事執行職務。就伫咧8月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伫香港回歸了第一遍開記者會，回應反送中。中央政府堅決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犯罪分子。有香港嘅學者解讀，用字遣詞攏是老調定講。不過北京議員是希望由香港嘅內部來解決這邊嘅風波。記者綜合報道。香港濟人發起這個無愛合作這個運動，咱來聽這個廖教授，你安怎看這個無愛合作這個運動？我感覺講吼，這邊香港人嘅抗議其實真有創意。我對4點來看，第一點講嘅時間上，你看時間上真堅持，每逐禮拜攏有。一般來講，咱一般人民的抗議吼，講實在，你除了這邊在巴黎時陣，有每禮拜這種無合作的運動以外，其實無法度遐尼堅持。所以我感覺香港人這邊實在有夠堅持，有夠厲害。講我到時間凍遮爾久，你甲發現講，不止甲即馬，未來因咧講的，差不多逐禮拜攏有活，呢度攏有抗議的活動，吼，也是講無合作的活動。第二一個特點就講一區域性。就講一開始是全香港，咱講香港啦，吼，九龍半島啦、新界啦，攏有迄個有參與的人。啊，即擺甲分區，佮變做分區，無共的所在，吼，攏迄落，甚至講咱看迄落一個相片，真非常的創意的登機門 ，last call， 吼，講最後的迄落呼籲 ，Hong Kong to freedom， 嘿 ，Hong Kong to freedom， 迄個班次，迄個時間，其實是足夠創意的，講無共的區域，吼。啊，第三我拄仔講嘅即個方式，吼。你來看，包括有講，我來講搭車，拄啊無合作嘅運動，我講你路嘅，也是講迄個地下鐵，也是各種嘅方式，有搭車，有登機門嘅，吼，啊有講啥物各種嘅活動，吼，即我感覺是真有創意嘅，就個。第四個我感覺一個特色就講，各戰處嘅人員攏有參加，甚至咱拄啊講到，包括公務人員，即講你有迄個有使運機嘅人，有公務人員，有一般嘅迄個人民。各種行業嘅人攏有參加，吼，所以我講這是真有特色嘅一邊活動。講實在，我家己私人咧想，甚至香港人民這邊應該被提名講諾貝爾和平獎，都可能。我講實在，因為你一般真罕在這幾年來底看到全世界這麼有創意、這麼堅持嘅對自由甲人權嘅堅持，去講要追求家己嘅未來生活迄個方式。啊，尤其即個香港是面對講中國即個霸權所迄個限制，我感覺更較難得。所以我感覺其實咧台灣咱應該是講不只是關心啦，應該是來講看有法什麼方法，我都去做支持。吼，就講咱一般拄我一開始咧講嘅，講哦，今日嘅香港是明仔載嘅台灣，吼，這是較負面嘅啦。講實在，咱是講驚講，莫講台灣甲香港同款。啊，我即擺是講，希望今日嘅台灣是明仔載香港，即個是較正面嘅啦。講咱今日喺台灣有民主、自由、人權，希望甲咱香港嘅朋友做伙來拍拼。香港明仔載，吼，明仔載嘛是有自由、民主、人權，這是咱拍拼嘅目標啦。真正，咱直直看到這個空服人員，這個技術也好，Freedom to Hong Kong，這個 Final Call 嘅時陣，伊就嘛繼續講，就是要落地啊，吼。伊就講，即個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啦！即互咱聽到就是非常感動。你連技術伊嘛是即個公布互即個全飛行機長的人知影。啊，其實毋若是即個技術啦，即即個行業攏參與着即個反送中。即個遊行也好，抗議也好，啊，現主時是政府單位的人攏入來，因即個新聞處的即個主任，咱來看因的聲明是安怎吼？咱來看到即張咱整理的即個圖，咱看到吼，第一點伊安怎講的？第一點，伊講即個因雖然是政府新聞處的新聞主任哦，就是敢若親像各即個政府的即個公關室啦吼，即個新聞處的主任，因講因明白哦，即個社會期望即個新聞處會當保持着政治的即個中立。
但是现出现的这个香港这个局势，已经无选择中立的这个空间啊，保持中立甲极点点，等同是对这个施压者，就是向这个中国也好，香港政府这个源头也好，拢甲因架头安尼吼。第二点，咱安怎看？香港政府伊是安怎对这个上权的这个示威者，甲这个元朗白沙拍人的这个事件，因是用共一个新闻稿来做处理哦，甲因汇做一个来讲，根本就是侮辱香港人的这个智慧哦。啊，第三伊讲啥嘞？公务人员就是咱英语所讲的这个 civil servant， 是这个人民的公仆，你本早就是要替人民来服务，但是咧，因的头路是啥？服务人民，唔是服务。这个因所谓真细这个单位这个高层啊吼，第四点咧，伊安怎讲？做好一个公务人员身份认证，就是来做好你一个人，做到真正这个香港人，伫大是大非进前，爱有良知，爱有风骨，爱会晓明辨是非。咱来请这个蔡教授哦，你安怎看这个香港新闻处因的这个规体安尼来回应哦？其实嘛代表这个因这个新闻处徛伫这个自由香港的这个立场来爱香港啊。对，我感觉这是甲以前吼是完全无共款啦，吼，因为我们知影讲自1997年的时阵吼，啊，咱看到就是讲，香港回归中国政府了后吼，咱看到就是讲因规个公务人员应该大家在想应该拢是什么支持中国大陆的吼，啊一寡商人嘛是拢安尼吼，啊，不过咱即届吼看到吼有足侪无共款的，就是讲连公务人员即届嘛是加入即届的抗议的这行列。当中吼，我感觉这是甲以前无共款的。啊，再对中国来讲吼，这实在是真为难，你知无吼？因为为什么你知无？就是讲香港，伊毋是因内地，吼，香港是因一国两制的迄标准的所在，吼，是因的习惯的所在，吼啊，所以呢，伊即摆吼面对香港内底的即摆内底即种的情形，因当然毋是，当然毋是，吼啊，都上重要就是讲，因即摆吼，今年年初。习近平讲到讲，咱台湾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啊，伊即摆呢，香港的问题呢，伊无法度处理好，咱台湾的问题嘛会受到影响吼，所以这是中国即摆面对这香港的问题吼，就是迄左右为难的一些上大的问题吼。啊，即届喺香港吼，甲进前有啥物无共款？我感觉吼，较拄仔迄个廖老师有讲过吼，啊，我感觉有3点的无共款。以前的香港的运动，大家拢是学生啊。香港一般的人民其实对政治拢无啥物兴趣啦，因拢是要趁钱啊，是安怎吼？啊，即届呢是一种的全面的运动，连迄公务人员嘛加入，这是甲以前无共款。啊，第二种就是讲，对过去以来啊，迄香港人常常讲过，讲啥物一国两制吼，啊因买照走。母教条是50年无要变。对，因关心的就是安怎？因关心的就是讲因经济的问题。啊，不过即届呢，因是啥物？关心因的政治的问题，因的生存的问题。我感觉这是第二种的无共款吼。啊，第三种的无共款就是讲，过去吼应该拢是小部门的问题。即较拄仔迄廖老师有讲过。啊，即届这是啥物？这是全面的吼的问题。各区拢有发生即款的代志，我感觉这是甲以前无共款吼。啊，上重要就是讲，抑佫有2种的势力的介入。第一就是美国的势力，吼，咱看到美国即届足关心这香港的问题。以前美国可能无遮尔关心香港的问题，即届伊呢非常的关心。啊，不过呢，对中国来讲吼，伊的时间应该是无济啊。为什么你知无？因为哦，今年的10月初1是因啥物建国70周年的啥物国庆。啊，如果在国庆的时阵，因阁发生香港这个代志，对中国来讲吼是做无民主啦吼。所以我感觉因应该是急到10月初1进前，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有一个时间表就对了。咱来看讲，这个中国国务院哦，为什么伫这个拜一下晡要开这个记者会？因为自6月到今哦，这个7月。才要2个月时间，也未处理完。对着这个香港政府来讲，这林郑月娥无处理好，啊，影响到这个习近平，可能伊嘛惊讲，亲像这个蔡教授讲的，真正影响到因11这个国庆的时阵，真正这个少年帅影响到。咱来看中这个国务院昨的这个记者会声明的重点是安怎吼？第一点，伊讲啥嘞？伊讲希望香港社会这个各界人士哦，爱反对低级暴力。到底是啥暴力啊？是这个元朗白沙拍人暴力，还是讲进前这个警察使用暴力？这个中国澳门这个记者会，其实哦，伊就是有淡薄仔咧讲袂清楚。第二点咧，影响这个香港的这个环境哦，第二
这就互香港人感觉足奇怪。你向这个警察致意是咧致什么意思的？第三点，伊讲啥？希望香港社会会当赶紧走出这个政治的这个纷扰吼，集中火力伫咧经济头顶改善民生。这淡薄有熟悉啦，有人咧讲政治0分，经济100分，这个嘛讲安尼嘛会过啦吼。第四点伊讲啥？一国两制这条船哦，因的底线爱打稳咱来看伊昨的这个回应，这个记者提问吼，有3个记者阮整理起来，真正是真笑亏啦。CNBC 的记者问讲啥？会采取着改变选举的方式来缓解着目前的压力无？就是这个真普选啊，香港人咧讲的真普选。这个发言人伊是安怎讲？伊讲哦，发展适合香港实际这个政府的这个民主制度，中央的立场是共款的，中央的立场是共款，咱等下再来讨论。第二个问啥？这个要安怎收煞？要安怎处理这个市民防乱拍这个局面？这个发言人，另外一个发言人杨光伊就讲吼，伫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的这个拍拼之下，一定会解决现主时所拄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伊的这个赞助淡薄仔，互人吸收袂到啦吼。第三点 ，CNN 记者问讲，解放军伫什么款的情况之下会介入香港事务？哦，伊讲的这个就是咱等下要讨论的重点哦。安怎讲？杨光伊讲，伫香港基本法内底已经有明确的这个规定，伊就无要加讲啊吼。你去查者，你去看者，咱就继续来看香港基本法是安怎讲的吼。咱有整理到14条甲18条。香港基本法的第14条，伊讲香港特别行政区伫必要时阵，会当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要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这个救助灾害。哦，驻军入来哦，咱等下好讨论讲，这个解放军是毋是真正会入来香港？第18条安怎讲呢？伊讲现出现哦，若是出现香港政府袂当控制，以及危害到这个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动乱哦，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力会当宣布香港进入去紧急的这个状态哦，由中央搬入伫香港实施全国性的这个法律。咱就请这个咱的这个董教授，你安怎看这两个法律用伫基本法，用到这个港务院这个国务院。这港澳办因的回应内底，我先为拄啊吼，迄最后一个问题啊吼，来讲起哦，都记者问讲，迄解放军啊吼，敢会去哦，敢会干涉啦吼，插手哦。算讲昨个北京的讲话吼，伊唔敢回答哦，这个问题，伊唔敢回答。但是哦，3天前哦，因的解放军吼，因的国防部哦，伊会发表迄个白皮书啦吼，有讲必要的时阵哦，因解放军哦是会入去香港，伊会介入这个香港问题啦。所以哦，昨个算讲迄国务院港澳办的伊的讲话吼，哦其实是否认哦，伊是否认因的国防部哦3天前的讲话，伊无讲哦，所以伊无回答这个问题。哦，算讲是柔性的吼，否认啦哦。我感觉即马吼，对习近平来讲哦，伊硬嘛唔对，吼软嘛唔对，哦，安怎讲软也唔对吼。拄啊讲北京昨个讲法，讲唔通去触碰到、侵犯到迄一国两制的法律的红线底线吼。唔通咧触犯到迄个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嘛吼。倒转来伊来看，迄香港啊，这抗议的人哦，因的诉求，因的诉求啥物啊？第一个，你唔通讲阮是暴动哦，阮是抗议。哦。第二个，哦是要取消这个对这个抗议的人吼，迄报名迄控诉。报这个这个罪名。第3条是迄要撤销迄个送中条例嘛，哦。第4个吼是林郑月娥要落台，哦。第5个我爱选举，哦，我爱民主选举，普选，哦。这5条诉求无一条哦讲算讲是违反哦一国两制的迄基本法，无呢，拢无啊。这5项诉求拢无啊，哦所以讲你即马吼但是吼对北京来讲，对习近平来讲哦，伊即马要让步。嘛不会使，习近平呢，也让步的话，都表
表示讲吼，这个抗争是有道理的。啊，哎呀，意思啊，我阿伯若讲大家人都出来啊，伊习近平安怎就好？是我中国的记载袂掉，压袂掉。哎，所以软袂使，硬嘛袂使。因遮的人是拄我讲的吼，是足和平的，对吼，伫咧抗议。是吼。你讲要动用军队吼，要开枪要开炮哦，迄个时代无共款啦。香港嘛是一个国际城市啦。吼，伊会引起的迄个国际反应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我看即摆吼，习近平北京因遮的吼，佮找不到一个较好的迄方法来解决问题啦。是，所以讲就算讲是命令吼，迄特区政府吼，你家己紧处理好啦。是，听起来是安尼啦。是，针对着这个法律的这战处，咱来请这个廖教授哦。你安尼看讲，伊搬着这个香港基本法，这 CNN 记者就问我讲，你这个解放军什么这个情况之下，你会落去，伊就搬出这个基本法。是，伊虽然无正面回答，但是14条、18条可能有这个意思啊呢。伊会当请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会当请驻军维持社会治安和这个救灾灾害。对，我是感觉吼，中国的国务院吼，伊叫咱大家去看基本法是，最主要是讲伊是无要回答啦，是，还是讲歹回答，歹回答，吼，唔爱讲对我的嘴来讲出来，讲会使也袂使，还是讲什么状况之下会使，还是讲我无要出兵，拢来讲就对啊啦。是，其实我是感觉这个前提啦，来闪就对啦，就是要闪啦，就是要闪。啊，毋过这一个问题，讲伊袂去排除啊。排除掉讲我未来会有迄个往军队的一个状况啦，吼，我感觉这是一个中国国务院的态度啦，吼。啊，么第二，我感觉你来看讲来法律来看，第14条到18条其实是无啥共款的，吼。14条是讲迄个香港的迄个特别行政区的政府，伊要去请求讲中国的迄个中央人民政府要安怎讲，有当时在出迄个军队来合作啦，伊是两个状况。一个是社会治安，一个是自然的迄个灾害，这个状况，就讲这社会战处的，社会战处的吼。啊，但即摆目前发生的代志，讲实在，无可能是自然的灾害嘛，吼，这就是人民的抗议嘛，吼。啊，这只有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是。啊，么社会治安，我讲实在，伊这你咱去看，伊抗议是每礼拜的迄个方式，就讲伊无讲严重到讲规个迄个香港的社会治安拢无法度控制啊。就规拢乱去的迄个感觉就对哦，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未符合14条这个状况，吼。啊，不过你看讲18条，伊特别的，这个足政治的哦。是。伊这个讲是讲18条是规定讲迄个中国的中央政府，吼，伊会使全国人民大会，迄个中委会，吼，伊会使宣布讲香港会进入迄个紧急的迄个状态。啊，不过前提是讲有可能危害到国家统一。国家统一这个甲社会动员，讲起来，伊是一较政治的理由，吼。啊，目前为止，当教授拄仔嘛强调过啊嘛，讲其实香港人即摆的诉求，其实无甲一项是甲中国所讲的国家统一有违反的嘛。是。讲伊毋是讲我讲实在啦，香港人即摆诉求毋是讲我香港要独立嘛，毋是嘛，就讲来伊嘛是即个目前的前提是讲中国所讲一国两制，啊，毋过伫一国两制之下，爱希望。中国政府你爱真正实施一国两制，就是维持香港本来中国甲英国写迄个联合迄个宣言内底所保障的迄个香港人民的各种自由嘛，吼，啊，歹危害讲迄个要人民，你在香港人啊讲其他人要送去中国接受审判嘛，其实这一开始即个所谓的迄个反送中，其实是足简单的即个道理嘛，是啊，就是讲包括其他理由。香港人民即摆诉求就是讲，我要一个较真正有自由、有人权、有尊严的生活的环境，这是重点嘛。是。目前为止，香港人无甲一人诉求讲伊要独立嘛。所以讲，甲伊国家统一这个状况，我是感觉完全无共。是。所以以我来看，其实即摆状况根本就无法度符合香港基本法14条、18条，讲中国有法度派军队去香港这个状况，对吧？所以我感觉就是因为安尼啦。中国国务院，拄我刚刚就咧讲的啊，讲嘛毋是，唔讲嘛毋是，硬嘛毋是，软嘛毋是，吼啊，所以讲我希望讲啊，无你也较紧的啦，不管用什么方法，紧解决。啊，拄我嘛咧讲，上好10月初以前咱甲解决起，对吧？啊，问题我感觉，当然中国希望安尼，
香港的特别政府嘛是行嘛安尼。问题我感觉上介厉害、上介伟大就是香港人民。我拄仔咧讲的，真正足坚持。是啊我讲实在，一开始我个人嘛咧摇，讲可能无法度动遐尼久，我真正是勇敢的香港人，有法度遮尔坚持，遮尔讲坚持讲伊要追求的，伊一寡人权自由甲民主的这个态度，我感觉是非常使人敬佩。是，啊，要搁请教这个蔡教授，其实咱来看讲，其实咱头拄虽然有14条、18条，但是社会治安这方面哦，咱看到这个元朗这个事件，其实是白3人拍黑3人，啊，因是有这个黑道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因搁有这个，咱等下可能会讲到这个速龙小组，其实警察嘛拍人，其实香港政府有淡薄控制袂调，所以才派出可能有黑白两道来介入，你安怎看？对，我感觉即届的事件吼，我感觉甲以前无啥共款，就是讲，咱感觉讲咧，迄个香港特区的政府吼，应该是无法度来去控制。啊，即摆是啥物？因即摆上大的问题就是遍地开花，吼，一下这边，一下迄边吼。啊，因迄基本的迄个警察啊，甲治安的人力吼，其实是无法度来去控制迄吼。啊，这时间佫维持遐久吼。啊，这是伊即摆香港上大的问题吼。啊，即摆就是讲，啊，这个问题啊，到底？摆是要安怎解决？我感觉这是大家即马是上关心的问题啦，吼。啊，其实对香港人即马的诉求吼，香港人即届吼，为什么甲以前无共款？就是讲，伊去互骗过一摆啊，吼。以前哦讲啥物，迄个特首要普选，啊结果无啊，吼。啊，即马呢，伊即届的诉求内底，上重要都是什么？特首要普选，吼。所以呢，我感觉讲吼，即届吼，中国应该啊啥物？伊也要互遮个香港的人民吼，讲安尼，甲即件代志好好啊结束吼，应该都是安怎特首来普选，利用特首来普选，互即件代志来啥物？来压落来。无我感觉讲即件代志吼，应该是安怎真难来短期之内吼，总难来压落来吼。所以我感觉这是伊面对的上大的问题。所以即摆吼，中国吼，伊就是讲啊，特首。这你家己的问题吼，这你家己来去处理吼。啊，毋过呢，伊要处理嘛是要经过中国大陆的政府的同意吼。所以我感觉讲，这是讲上大的问题，就是讲伊会答应这个特首的普选这个无吼。我感觉这是上重要。啊，要按有啥物明确的日期哦，吼，爱安怎做？所以特首会当普选无嘛是一个关键啊。咱等下再来过来讨论。啊，其实这个咱拢有讲到，这个遍地开花啦，就是讲这个抗议行动。咱等下就要来带大家哦。对着这个咱香港学生哦，张俊和，伊伫这个香港哦，甲咱做这个上新哦，伫伊现场伊所看的，咱来看伊安怎甲咱介绍伊现伫香港的镜头。大家好，我是张俊豪。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就是香港警总的外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警总外面其实爆满了巨型的水马。尽管今天是平日，也可以看得到，现在都已经有一个非常严重严密的一个的布防。可以看得到，借此可以看得到，香港警察乃至香港警方，其实对于香港市民出来上街游行发生的一个惧怕的程度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它的布防可以看得到。然而，昨天国务院其实也有一些的言论，是对于香港警察还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作为一个支持的言论。他们其实在里面去作为一个言论去发表对于香港的一个特首林郑月娥的一个支持。尽管我们可以看得到，近日在那个示威游行集会中，香港警方对于示威者采取的一个过分的暴力，其实就。他这个国务院也是对于这一个镇压的行为是表示支持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香港警方这一个政府还有中共的政府，其实他们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其实跟这一个香港主流的民意来说了，其实有一个相当巨大的落差。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上个礼拜元朗的一个的集会，元朗这一个的冲突，其实就可以看得到香港警方跟香港所谓的黑道，他们打压示威者、打压香港市民的一个手法是十分之暴力跟严重的。所以其实，如果现在中国政府还有香港政府仍然对于这一些的举动、这一些暴力的行动，去采取了一个支持的一个的行为、支持的一个的措施的话，其实是对于香港市民的一个民意来说，
其实会更激发香港民意出来，更令到香港的市民有一个愤怒的状况，让他们继续上街游行。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近日无论是昨天那一个前天那一个的。在中山环的一个的游行集会，都可以看得到，其实主要的目的，现在除了是要反送中以外，其实就是要维持我们香港人5大的诉求。第一个除了是反送中，第二个也是要他斥为的一个不东的一个的言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中共政府乃至香港政府，他们所采取的一个的行动，其实不管没有去正面回应香港市民的那一个的诉求以外，他们还变本加厉的去用一些过分的暴力来打压市民。我们可以看得到，前天在那一个中环的示威、中环的那一个集会当中，其实他们采取的一个经常的行为呢，其实是我们看得到这几个月来是最严重的。他们除了用他们的警棍以外，其实他们就是用那一个过期的催泪弹、过期的一个化学的武器。可以在网上的那一个图片看得到，其实他们被攻击的市民呢，其实都有相当严重的一个化学的一个烧伤的状况发生。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香港政府还有香港警察都已经成为了我们香港市民的一个敌人。他们用不同的手段、不同暴力的手段来打压我们香港的市民。所以其实香港市民其实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了。所以其实现在在游行集会当中，我们采取的一个的行为，采取的一些的措施，其实都是他们逼的。如果他们没有用那一个的过分的暴力，还有就是没有去对香港市民灭声的话，其实今天香港的局面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可以看得到，在机场。上个礼拜在机场举办的集会，其实香港市民在集会当中是那个秩序是井有条的，但相反在警方介入的街头运动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因为警方去介入，其实所以就令香港的市民有所反弹。所以其实现在无论是那一个香港的社会的一个秩序，一个的安稳度。有影响，其幕后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香港政府，还有他的政治机器香港警察。真正感谢这个俊豪，甲咱带到这个香港伊所看到这个问题，伊伫这个警察局头前哦，看这个部署，安尼看起来就是防制这个有人民，佮走去因这个警察内底。啊，伊拄则嘛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香港警察已经互人民无要信任。这教授你安怎看？拄啊吼，廖教授讲的是真有道理啦吼。即摆香港的抗议的方式啊是足有创意的。伫咧香港因是用迄英文be water 来形容 be water， 敢若水共款啦，来一阵啊，走嘛一阵啊吼。啊，即种的抗议方式会互警察足歹处理的，是安怎歹处理像以前像阮的台湾的迄个太阳花学运有无？太阳花学运是讲占领立法院嘛人就吊伫遐以前国较早以前1989年迄算讲是天安门事件嘛因迄北京的大学生嘛是吊喺天安门遐，你也吊伫遐你就是一个目标目标啦算讲个警察嘛好，军队嘛好，你就具体的目标伫喺遮，会个拍，解你啊！即马香港毋是啊，来一阵啊，甲你抗议，几十万人，甲你表达因的算讲是愤怒啦，表达完就走啊，所以安尼警察要安怎处理？所以讲，即马对算讲是香港特区政府啦，因爱好考虑要让步啦，是，爱让步的，让步啦，步啊！我安尼一波过接一波的只会让全世界人看到讲香港特区政府无能啊，个无效率啦。是，其实头拄仔这个董教授嘛讲到，这个警察的部分也是讲，规个咧处理这个状况是安怎？咱来看一下，咱的这个香港有所谓这个咱所讲这个速龙小队，
到底是啥物？咱来看到咱所做这个图卡吼，伊是写讲，伊就是咱特别讲的 Special Tactical Squad 特别战术的这个小队啦吼。成立的时间是伫2014年6月，啊，目的就是要占领这个中权运动的时阵来出动。啊，衔接是啥物？伊是准军事化的这个特警防暴警察咯，啊，输掉这个香港警务处警察机动部的这个队的这个总部，啊，这届这个争议的，就是27号暗时哦，突然间这个冲入去这个地铁站哦，用这个号码啦吼，的警棍攻击民众。对于香港人民来讲，你用这么歹的这个武器，要甲我拍着伤，真正是要甲人拍甲唔正样就对啊，这个。老师你安看？我是感觉这个使比较啦，吼，你使比较讲香港过去甲今嘛警察用的方法有啥物差别啦？是，咱再看讲，你莫讲甲迄个顶边在1997年以前，迄个英国诶迄个殖民地时阵的香港警察是安怎用迄个？因为迄英国的标准嘛，对无？就是讲1997年以后的香港过去警察所使用方法嘛无这边遮尔严重的啦。咱讲实在啦。第二，你会使比较讲世界各国警察使用迄力量的方法嘛，嘛无像这边讲你烟雾弹嘛出来，塑胶子弹嘛出来，啊其他人规个绑起来，甚至我较简单拄仔有人讲嘛，迄白衣人，你甚至会使怀疑讲，甲警察是做伙的哦。是啊，有影。对啊，这是足严的代志啊！警察毋是家己出来尔，是迄落各个迄落甲伊做伙的另外一群人来去拍别人的。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种你不管从对香港过去的标准来比较，还是讲国际迄个世界各国的迄个标准来比较，这边香港警察所用的方法，拢是个伤离谱啦，拢是伤离谱啦吼。按拄仔讲的这数量小队这个物件，我感觉就是讲伊对啊已经差不多军事化啦，就讲要强力去对抗人民这个方法。啊，毋过伊无想到讲，咱拄仔陈教授甲迄个蔡教授咱有讲过，拢有讲到嘛。这边是 be water， 对吧？你本来是要对一个硬物件，我唔敢较军事化物件去甲对抗，要甲破坏。啊，毋过我是水啊，我即摆敢若水了做大塔，迄个水做水就共款啊。我即摆禁起来，拜一个拜五我休困，拜6礼拜我搁开去，搁来啊。啊，所以讲你变到我爱搁去动。所以讲，这数量小队，我感觉伊可能针对特别的点有效。啊，毋过你这是敢若水的方面，我感觉是无共的物件，只是讲去规个你香港警察过去过了10年甚至100年，所有的基础拢破坏去啊啦。吼，我个人是感觉安尼啦。其实林地外国其实应该是无够巧。安怎讲？其实因为这边你就靠个理由是讲我要反送中嘛。对。伊若较有智慧、较巧的讲啊，其实实际上你即马即个逃犯的条例嘛，应该无法度去继续嘛。有讲诉讼正你撤回，啊，实际上伊就无法度去做啊嘛。第一较巧就讲，你过去我就即马撤回，撤回你这最主要，即马民众所诉求的理由一部分就无去啊嘛。第二个就讲，你应该是面对这警察嘛，至少口头上面对种你警察所使用的目的。我作为一个特首的迄个长官，我应该来注意这个代志，互人民有这个感觉。至少口头上，我讲至少口头上，伊若做到这2项代志，无一定这抗议可能较无去。我毋敢讲拢无去，至少讲你就较无去啊嘛，对无？啊，特首这个要求全面直选的特首，其实毋是今年才发生的嘛，这是久长的代志嘛。伊若讲迄落，伊来讲啊，无咱再过来考虑看卖啊，过来思考看卖啊。特首这个代志，毋是讲今日3天2天都在处理的代志。所以讲来讲，伊处理这2、3项代志，我相信抗议迄度会使较减少吧。是。啊，问题讲伊进前无处理，啊，即马已经是遍地开花啊。啊，慢慢啊，你别当风不是来，啊，就看变啊，迄落啊，大家动向较久嘛。我感觉香港人嘛讲继续坚持去，我是感觉伊会得到国际支持。是，伊就得到国际支持，包括台湾、美国、英国等个国家拢会这个认为支持，因为这边是真重要一个意义嘛，互大家知影讲，这一国两制在香港其实是足严重的代志，足严重代志。啊，未来你中国这个政府就讲这一国两制是无可能的，就中国政府本质也是反民主、反人权的，系啊，反法治的，是一个政府。所以讲，我感觉会要引起讲全世界所有国家拢去注意啦。拢去注意，不至于注意香港哦。
是注意中国政府的你的特质是啥物物件，伊的本质是啥物物件。是，咱来看讲这个国际这个回应是安怎？咱其实咱台湾甲美国这个 Pompeo 拢有讲话，咱来看这咱所经历的。蔡英文总统是安怎讲？伊讲希望香港人的这个民主、言论自由会当像台湾安尼受到保障。第二个是这个美国这个国务卿哦，伊安怎讲？伊讲香港民众的抗议是这个适当的呼吁中国政府尊重香港，但是下底咱看到梁振英。这前特首哦，伊安怎讲？伊讲这个公道、暴徒，甲这个警察哦，是这个敌人哦，拢是家己无亲看嘛，家己几斤重啦吼，拢会去用掠起来。其实伊这篇哦，伫 Financial Times 嘛有去用顶出来，伊这个伊的面册伊头顶写是讲，这个驻港的这个解放军哦，唔干那是看好看尔，这句话咱都要好好来讨论啊。哇，这个前特首。这个提油放火的意思呢，蔡教授你安怎看？对，我感觉伊这个发言吼，实在是足无好的吼。啊，不过我知影吼，讲香港的特首吼，自以前拢是爱什么中南海来指派嘛吼，所以应该是替因讲话嘛吼。我这是对于以前，我感觉这是香港上悲哀的所在啊吼，就是讲因的啥物，因的迄个主权人吼，既然拢是听什么？听北京的话吼，对，所以我感觉这是这个问题吼。甲到俊豪吼，伊讲到上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即个为什么会引起香港人这么愤慨？就是讲吼，香港政府既然是什么，甲迄个乌道甲做伙啦，吼，这是上大的问题啦。你看，咧乌道，咱之前看香港的电影拢知影吼，香港的古惑仔对吧？吼，伊迄是安怎？伊迄是足暴力的吼。啊，即马呢，大家拢感觉讲警察。甲乌道其实是分开的，即马感觉讲，警察甲乌道其实是甲做伙，要来对付人民。啊，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吼，甲以前无啥共款。所以我感觉讲，我嘛足同意迄个廖教授所讲的吼。我感觉讲，香港政府吼，其实吼，这种高压的这种手段，我感觉足无聪明的吼。伊应该是安怎爱来去面对这个问题吼。啊，所以即马的迄个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伊即马面对的上大的问题就是啥物？即马中国大陆该杀去上头前，啊，叫伊去面对这个问题，吼，啊，嘛唔该讲要安怎做，啊，所以即马感觉讲吼，要安怎做嘛，毋是，啊，伊也用足高压的手段，啊，迄个反效果佫出来，吼，所以我感觉讲即马香港的问题，吼，我感觉讲应该啊好好来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要安怎解决？我感觉是爱甲香港的人民面对面，吼，啊，中国吼。我感觉伊嘛爱反省，就是讲袂使甲香港当作是甲因内地共款。香港是啥物？是因一国两制的示范区咧，吼，是甲因的内地无共款，所以伊的做法嘛袂使甲内地共款。我感觉这是中国政府应该爱去什么？爱去想的这个问题。无吼，国际就感觉讲香港就变成中国内地化。我感觉讲这是即个中国大陆吼，伫咧这个问题吼，感觉对伊国际的形象吼。破坏足大上大的问题。其实这个中国要安怎处理，香港要安怎处理，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啦，爱去好好来讨论一下。但是要搁倒来讨论，因为咱头拄只节目一开始就是讲，其实这个党教授也好，这个廖教授也好，其实讲中国无可能，有可能也无可能，就是这个机会较少啦，就是讲跌下来这个部分。但是你要看，这个梁振英伊是前特首，但是伊即马现主现伊是中国这个政协副主席呢，伊讲安尼话。驻港的这个解放军，唔干那是更好看，哇！这真正是，咱头先讲的提油放火呢。这个梁振英吼，伊算讲是吼，伫咧扯习近平的后腿，伊讲这种话吼，应该是安尼看啦吼。香港的警察吼，拢总3万人呀，是3万人吼。即摆迄抗议吼。上济200万人，算讲是200万比3万安尼吼，200万比3万啦吼，所以你看就知影吼，这唔是一个警察的问题，会通解决的问题，唔是啊，这是一个算讲是政治的问题。啊，政治的问题内底吼，对习近平来讲，上歹处理的，就是我讲的，迄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啊，这个国际社会里内底吼，上算讲是上强硬的吼，是美国的迄国会议长佩洛西。伊捌讲过吼，
就是讲吼，你若是安尼，佫舞落去吼，美国会改变哦，对香港的伊的迄独立的关税地区会这个认定哦，这个就足严重的哦，这什么意思？香港吼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金融是哦，financial 这个 financial。伫旧年吼，2018年吼。全世界吼吸引外资上济第一名是美国，2400多亿美金，是，第二名中国1300多亿美金，第三名中国，香港，香港1000亿美金，伊是第三名，香港的因的迄外汇存底哦，超过4000亿美金吼，正好就伫个即马中美贸易战内底吼。香港对中国的迄经济，吼，加迄金融的地位，吼，迄帮助，是足大的。是有影。即马若是讲，互美国取消伊的，算讲是香港的这个独立的关税地位，吼，我拄仔讲迄钱咯，迄拢无啊。伊对中国来讲，吼，其实非常大的损失。是有影。咱来看到讲，其实哦，要讨论这个香港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领土的问题，其实甲台湾嘛是共款。香港甲台湾其实就是小连线这个问题，要互中国让步，真正是较难啊。咱过来看到这个香港民众安怎回应讲哦，规个这个问题，因是搁安怎看？咱来看这个咱的介意的对话。另外就是，无论是从国务院的言论，或是说在香港政府的声明当中，其实他们很重要。还有就是出现最多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对暴力予以谴责。但如果他们真的是想要对暴力谴责的话，其实我们在元朗事件都可以看得到，白衣人去无差别对待不打这个香港的市民，他们也需要同样的。谴责的那一个方向去谴责那一些白衣人去不打香港市民呢？所以其实无论是白衣人在元朗不打市民，还是说现在在每一个游行集会当中，香港警察去用过分的暴力去不打香港示威者、香港市民，他们也是需要用同样的程度去予以谴责，还有就是要确保。这个香港警察用过分暴力的一个行为不可以再发生，所以其实，在他们的声明当中，其实如果真的去要让香港的市民去相信他们是不允许这个暴力的行为在香港社会里面去出现的话，他们应该也要以身作则，去把他们管理的那一个香港的警方、警队，还有就是他们所勾结的那一个黑道的势力，去把它。予以谴责，去把他这些的行为、这些暴力的行为去消除掉，才轮到他说在这一个去予以谴责对于香港的示威者。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香港的示威者，其实他们也是在这一个的街头，其实也是采取一个防御的一个措施而已。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主动去所谓攻击香港的警方，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大多数的画面都是香港警方去攻击香港的市民，用非常暴力的手段去攻击香港的市民，然后香港的示威者然而是用一个合理的一个的手段去进行自卫而已。所以其实，如果香港的警察没有去用那个过分的暴力去对待香港市民的话，其实香港的一个的示威者也同样不会用。这个比较激进的手法去自卫的，所以其实这个状况也希望台湾的民众可以了解到，其实香港的示威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的危险，那么的那个冲击，那么的暴力。其实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所有的罪魁祸首，其实都是香港警方去动用那一个的过分的暴力，然后示威者才取用这一个合理的一个武力去对自己进行的一个的自卫。真正咱讲啊，因这回这个活动啊，这个行动游行啊 ，Be Water 啦，无
因主动无主动去甲攻击咧，警察无主动攻击警察，但是警察用着安尼棍仔甲削落去，对着因的人民来讲，啊，咱头拄也嘛讲着，咱讲着这个香港问题，其实就是因的这个领土的问题，压制着因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红线底线，所以对中国来讲让步真正较难，但是尾啊要安怎收煞，咱上尾啊，过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讲，对香港政府来讲，咱头仔嘛做回真侪建议啊，但是因这建议，因要怎去落实，其实嘛是要有落差。但是这个部分真正是爱这个香港政府也好，中国也好，拢要去好好思考的。是，拄啊廖教授吼，迄讲的拢足有道理的，就是讲吼，是讲困难嘛无介困难啦吼。啊，我加一项就好，吼，加一项，林郑月娥吼，伊要长期请假。就好啊，长期请假 ，be absent， 无伫的对啊。算讲说对北京来讲哦，伊袂使落台，我北京政府我都输了，输到吞口去啊。啊，但是对喺香港人民来讲吼，你是我无信任，无信任特首，特首嘛吼。啊，怎会安怎？啊，长期请假啊，我一个吼。圣公底香港的一些特区政府哈，伊有第2号人物哦，伊政务司长来接手了哈。啊，伫这段时间来看吼，因的迄个政务司长吼，甲因的特首迄意见吼是无共款的。圣公伊的政务司长哦，较缓和啦，较温和啦，有啦吼啊，想咧吼啊，无你都林郑月啦，你都长期休假好啊啦，啊都互伊出来处理啦，哦，那都敢若接个建议呢。所以这个部分你来看 ，be absent， 你欠就是你卖出来，安尼真就是互伊上大的这个建议。但是你来看，这个时间若拖长，拄则这个蔡教授嘛讲到。伊10月1号就是因70周年，这个规个国庆，啊，对这个时间啊拖愈长来看，伊其实对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处理，真正是歹溜俩。啊，这个咱廖教授，你安怎建议互因？我是感觉其实每一个运动拢是两边看安怎坚持。是，都一方面是香港人民安怎坚持，系嘛？你若讲过啊，你们。突然间就全无去啊！当然，林郑月娥就拢无压力啊嘛吼。啊，不过目前为止看起来，香港人民是非常的坚持。讲实在，这是我看全世界应该拢有看到这个坚持。所以我是感觉我是讲，我是真非常敬佩香港的朋友哦，遮尔样的坚持。我感觉香港的朋友应该是咧写历史，不只是香港的历史，不只是亚洲的历史，甚至是可能是全世界的历史。对，因为我感觉你甲全世界去看迄抗议运动吼。讲实在，无我一个有遮尔创意、遮有创意的迄落一个运动啦吼。啊，所以我感觉讲香港的朋友若继续坚持，应该是有希望的。是，尤其是全世界国际朋友嘛，拢会徛在这边，拢会徛在这边的吼。啊，所以我感觉实质上就是讲，若对香港的特别政府，也是讲对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就是讲，我听到这个物件嘛，你会当退都爱退啦，对吧？讲。退一寡部分，其实伊是得到更较侪物件啦。其实香港的政府吼，也是甲中国的政府呢，了解这个方面，对讲这是爱学的啦。我感觉这嘛是爱学的。吼，你袂讲讲你中国家己一方面迄种足简单的思考安尼啊。啊，你若讲袂使，你若讲起来，我甲你扒，起来我甲你扒，啊扒咯，就你就倒，吼，你就转去安尼。我感觉这个学啦。中国政府甲香港政府应该拢是爱学，讲较咱去面对香港的民众。安怎有智慧的小可退步，啊，毋过你是可能佫无得得更较侪，就是讲这个完美转身啦吼。对啊，对啊，be creative， 所以是中国政府还是香港政府嘛是 be creative， 较有创意一啦吼，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来蔡教授。我感觉讲中国吼，莫用因诶啥物迄个维权的方式来。对付这香港的吼，我感觉讲吼，应该由香港的人来去解决香港的问题吼，莫用因咧维权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讲，你莫用暴力来去对付这个民众吼，按自然因的
迄种无欢喜的迄吼，自然都慢慢就减损吼。啊，另外就是讲爱面对问题，即特首的普选，然后到迄上中的，你要安怎甲伊安尼撤回吼？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是，所以这个8月2号应该烧招啦，要伫中环集会。咱来看因的这个活动，其实真正是一波接一波。啊，这回咧，连这个公务人员嘛要落参落，就是讲我脱掉这我公务人员这个制服，我甲这个香港人民是徛做伙，真正看到这个香港人啊，咱台湾人真正看到，虽然咱是讲伊的这个创意啊，但是因真正是无路会当退，因才想到这一步啦吼。啊，其实咱看到这个香港政府对着这个香港人民，其实因真正嘛是一无一的话，所以派着这个咱。之前讲过，这个官警乌，这官方无法度处理啊，警察来处理，警察无法度处理啊，乌道出来处理，所以这个乌白共治嘛，所以这现主时嘛是这个香港政府所面对的问题，啊，上重要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因的态度是安怎，香港问题安怎收煞，就是煞落来，咱搁要继续来观察的，所以非常感谢今日咱3位来宾哦，来甲咱节目现场来做伙讨论，嘛希望看到这个香港的问题，咱台湾人爱思考，咱是毋是爱接受这个一国两制？其实这个答案已经真明显啦。非常感谢3位来宾，感谢，感谢。多谢多谢。